想俾小朋友更多玩樂空間，同埋一家人充滿快樂回憶。你有冇為咗愛嘅人做好大嘅決定呢？呢對父母為咗俾小朋友優質生活同豐富玩樂空間，選擇咗上賢呢個全新單位。呢度就係小朋友將來長大嘅地方。香港住宅空間有限，但父母嘅愛無限。室內設計又點樣將有限空間變成無限可能？呢個係3人家庭加工人姐姐嘅單位，戶主最希望營造一個溫暖、明亮又適合小朋友快樂成長嘅家。我哋 Taste 室內設計團隊將間隔作出改動，為小朋友爭取更多活動空間，以日式風格為主軸，用溫暖木系同淺色色調貫穿全屋，為小朋友創造一個安全又舒適嘅安樂窩。想俾小朋友一個安全又寬敞嘅活動空間，又想保持客廳整齊企理，我哋特別打造咗一個多功能日式地台系統，將成個地台打造成安全地面活動空間，所有家私邊緣採用圓角處理。為咗等家長可以舒服陪伴小朋友，我哋按照人體工學設計舒適坐氣區域。今日擺放坐墊，未來小朋友大個咗都可以擺放梳化，加上圓形滲光燈裝飾，令客廳充滿輕鬆日式風格。小朋友嘅玩具同雜物最頭痛，我哋喺地台內部設計咗大容量儲物空間，令客廳時刻保持整潔，仲可以從小培養小朋友嘅紀律同自理能力。咁餐台點算？Taste 團隊巧妙使用儲物地台嘅一部分，成為電動升降餐台，需要嗰陣升起，瞬間由玩樂天地變成溫馨飯廳。用上E0夾板，既環保耐用，又靈活配合一家人嘅日常。想俾小朋友有獨立空間，又可以隨時感受到父母陪伴。呢度大型摺疊門就係成個單位嘅靈魂。一打開，客廳同兒童房連成一片開闊嘅一家人遊戲空間，合返埋安靜休息。透過改動間隔同空間多變設計，小朋友可以喺度跑跑跳跳，盡情享受快樂童年。最特別嘅係呢道門同小朋友床嘅下層衣櫃都裝上大面積磁力珐琅板，變成小朋友專屬繪本。小朋友可以隨意塗鴉，發揮無限想像力。學校作品亦可以用磁石輕鬆貼上去。成間屋都充滿小朋友嘅藝術同歡笑，最開心梗係爸爸媽媽啦。入到房仲有個驚喜，呢張上下架床係小朋友嘅夢想基地。上層有半圓透明窗口，好似樹屋小窗台，光線透入去，樓梯仲會發光。夜晚好似踩住星星一樣夢幻。父母用心設計，就係希望小朋友每一日成長都充滿創意同快樂回憶。照顧小朋友一日，父母都想喺自己空間放鬆休息。想主人房有寬敞空間感，又要有足夠收納，同時保持日式簡約舒服。我哋將儲物地台延伸到主人房，用油壓床設計做主要收納空間，冇做太多高身衣櫃，避免壓迫感。改用低矮床頭櫃形式，配合地台收納，令空間更加開揚舒適，滿足父母簡約生活需要。每一個細節都充滿父母對小朋友嘅愛，同一家人對快樂生活嘅憧憬。Taste 室內設計團隊為小朋友打造同聆聽客戶需要，將有限空間變成充滿愛同回憶嘅夢想家。如果你都想為屋企嘅小朋友打造一個安全、靈活又充滿溫暖感嘅成長空間，不妨同我哋Taste室內設計顧問查詢，我哋都想聽聽你所想。